Rồi nó mà có tua sư sư. À, à, à,我咋了？这样的也多。我家呢，灌装当毛天呢，个料是多喽，超过嘛。让人那外个哇，头。呀，来了，哎呀，吓着了，哎呀，口罩什么呢？哎呀，听到吗？嘿嘿嘿，中了这是等呀，大哥，我家呢，都当不弄的，我来了说，就是听到吗？我家是懂啊，呀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他们也是没抓住来那手助手，哦。知道了。呀，到了。我找到了。让我慢慢弄，试试。容喂，然后子容嘛，我要慢弄试试。搞脸喽，行哦。这怎么有好几十天？你跑背上。
實在佢要乜真要溫度我知道你呢。爆雷咯！我就撈緊我咁我太用吧。姐，到嘅，老醫生啊，點解你啊？路那花路個樣的古堡。